麗言佳語之夢想起飛。我係神所珍貴同埋寵愛嘅女兒，我係蒙神呼召嘅僕人。我除咗係一間教會嘅牧師之外，我都係基督教麗人會嘅顧問。我嘅名字寫咗喺呢個節目名稱裏邊啦，你有冇留意到啊？我係身體有殘障嘅，需要用輪椅代步。今年年初，我有一個夢想，我好希望能夠喺網上平台盡用自己所長，為主做更加多嘅事，亦都可以足不出戶都可以將耶穌同我之間嘅美麗故事同大家分享。我一直將呢個嘅夢想放喺禱告嘅裏邊，今日我嘅夢想終於起飛啦！喺若干年前嘅今天，天父將我帶到嚟呢個世界上邊，所以我特登揀選喺今天將麗言佳語上架，希望將呢個嘅節目能夠成為我送俾天父嘅禮物。喺呢度我先特別去多謝基督教麗人會會長娟姐同埋 Joshua 弟兄去幫助我，以致我能夠有機會係利用呢個嘅網上嘅頻道同大家去分享。喺日後呢個節目嘅裏邊，我會用神俾我嘅啟示靈感去做成一啲嘅圖片，去鼓勵大家。我喺靈修裏邊一啲嘅分享得着，我都會借住呢個平台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互勉。耶穌再嚟嘅日子就快到啦，我都好希望透過喺呢個嘅平台嘅裏邊，我所得着、我所領受嘅，能夠成為大家喺信仰路上嘅一啲嘅亮光，同埋為大家加油。喺你哋心裏邊，或者都有好多想做嘅事，但係亦都有好多嘅限制，令到自己做唔到，未能夠完成。今日我真係請你哋唔好放棄你嘅夢想，唔好放棄為主去發大夢嘅心志。最後，我希望用以下嘅幾句說話去鼓勵大家，我哋要去大膽為主發大夢。主會為你撥雲霧，不要向主說不能。我嘅主凡事都能，時候到了，勇敢向前行，願每個夢想自由地飛行。